看到别些出国佚佗嘛有真济应该烦恼的所在，当然这个注意身体健康较要紧。来讲行政院规划这个推出这个5倍券，听讲民进党党内意见无共款，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日亲身出面，甲民进党立法院的党团的干部开会伫桥。据了解，为了减免付这1000块摕这个券，引起热烈的讨论。不过苏贞昌坚持讲爱摕钱换这个券，是讲除了中介收入户免付1000块以外，苏贞昌嘛希望讲，这免付1000块的对象会使扩大到领过这个纾困4.0的900万人。行政院规划5倍券要安怎发？院长苏贞昌昨有找党团的立委来协商，一讲就是2点钟，决定要塞5倍券。除了中介收入户免付1000块，纾困4.0的900万人嘛可能唔免。基本上方向是有，但是还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所谓的结论？那细节的部分，尤其是要等到礼拜一跟全部民进党的党团成员沟通之后才会定案。那所谓900万的部分是在会议中有提出来但是应该还没有成为一个正式的一个结论。领过纾困4.0的906万人，敢会使免付1000块，就会使领到这个讨论。不过今年疫情更加严重，据我了解，用振兴券代替发现金已经有共识。不过是不是爱付1000块，爱个讨论。行政院苏贞昌坚持提钱换券，后礼拜一行政院会搁甲民进党团研究。大家真的这2、3个月，整个经济都停摆，所以还是希望能够不用花1000元再去兑换5倍券。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那干脆就全民发就算了嘛，那还要花那么多的行政费用去干什么呢？最好的方案就是全部都不用缴1000块，直接发5000块的振兴券。行政院有时候当爸爸妈妈家长难为了哈，你要怎么样全部都照顾到大家认为一致的公平，其实是很困难。民进党立委跳出来为政策辩护，振兴券要安怎发？上届会使达到提振经济效果，就等后礼拜一决定。这后礼